后来过来是苏花改通车1年外，其中的东澳隧道就北甲道南拢采一支翕相的讲真熬翕无，1年当落来开出的罚单23000外张，替县政府趁入3000外万。因为这速限只有60公里，加上路南阁是路架，这驾驶只要一个视角差，就会去互翕到。 看到这个光驾驶真紧张，一个无注意，超速就被翕到。苏花改通车1冬外，东澳隧道内面这2支测速翕相机，加做宜兰警方测速翕相的关亚军。根据统计，去年2月初5到今年2月底，路南路段翕到违规驾驶有13290件，上北嘛有10245件，总共送出23000外张的罚单，一冬就为县政府带来超过3000万的收入。 假如车子是没有那么多的话，我是觉得60公里有一点偏低了，因为毕竟是快速道路，出口确实是危险性比较高，要加强那个宣导。但是直接用测速照相少了宣导，可能就会让民众观感不好。 因为崩坑内路线直，速限只有时速60公里，不过警方嘛讲目前无调管速限的拍算，而且因为路南路段是路架，需要测速翕相来警告。那所以同月份比较。 民众已经就是算比较熟悉路况，那件数已经降了1/2到1/3。2月份违规驾驶已经比去年同期减少一半，已经有达到预警的作用。民众经过车一定要注意车速，维护安全，才袂被罚。